因应空田旱爱上水，经济部空田旱小组总长研究决定，今日起是土政苗同部分的迦南地区爱停工，面积就有41576公顷案范。虽然今日的正式公告话，不过停工期的农民已经几下摆送来台北澄清，希望自家迁到水源来耕种，还可得到政府的补助。客家新闻对今日起是要连等7日做相关的专题报道。希望对空田旱受减补偿、韩国水源分配也都无同样角度来看那20年内天气太热受减，无有按到物价问题，有人用的同样到农民听价格问题，下来就来看今日的报道。香港停管去年公告日，大组织就东东农民去主办是农会，就系大天发新闻，最后了解停管期问。尤其停管ở香港嘅农民，除了都無奈何以外，還反映講，自去年底嘅能見上百來向農委會申請，又係同農糧處開會討論，最後無法度得到清楚嘅資訊。政府哦，該提天水咧哦，愛到去甲清水咧做咧本愛到4天，哦4天不過該政府嘅補助天，佢會本因繼續做咧量哦，因農民嘅生活也做咧過海，冇真係唔對有蠻生活啦。去年熱天風采落嘅熱無啦，去年10月到今年1年，全台灣水庫嘅供應量跟到10年平均起來3到5項。呢政府用大節供水就係輪管嘅方式將勉強捱到修行，但是收落個氣象局預估，要等到5月底嘅日期繼續將要啦。為到冇到5月底之前做到第3階段供水，咪係分期輪救民生用水。經濟部空旱小組建議，同農民希望是否之前先公告，希望降低損失。停管範圍包含桃園太旱區流域、新竹頭前區流域、嘉南整份區流域部分地區列島，影響嘅面積有4.1萬公頃，其中體重有54%係濕和嘅，但係水情持續模糊，未有可能控制到苗栗中港區的管區。今天中央氣象局在開始的時候跟我們報告未來的長期氣象這個預測呢，在1月19號、20號左右，也許有一波降雨的機會。會舒緩這邊的旱象，所以我們現在的決定，苗栗的中港西灌區，在下一次的抗旱會議再做決定，是不是要進行停灌的作業。禮拜停管強制香港政府講，是否為農民是在2度大公頃超過8.5萬嘅香港補償，專種測量嘅農民咪係申請大公頃超過6.2萬嘅專屬獎勵。本來只係申請二東湖香港嘅地區，禮拜強制香港冇影響到二東湖強量香港之間。那這樣104年一整年，它就是休耕的狀態。那如果105年地主還要求要休耕的話，我們不會同意的，我們不會同意。所以外界在說會有連續3期休耕的狀況是不會發生的。台灣體現各地政策動態本來數字卡流唔起，作旱措施數無哪用，總之東湖做主要收入嘅北部農民，因之天時影響，而東湖太細係休耕，多數農委會經上面有實際工作嘅人量得到，但是其中嘅推工業者，實際之同地主講冇貨，兩唔到補償以外，還要等1年半了後嘅修行將要收入，農民驚怕我承受動態嘅經濟壓力。卡新聞綜合報道。